12月11日，禮拜四。馬太福音11章7至11節，他們一走，耶穌就對眾人談到約翰，說：你們從前到曠野去，是要看什麼呢？看風吹動的蘆葦嗎？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？看穿細軟衣服的人嗎？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。你們出去究竟是要看什麼？是先知嗎？是的，我告訴你們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這個人就是經上所說的：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要在你前面為你預備道路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女子所生的，沒有一個比施洗約翰大，但在天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。默想主題：專注於主。默想內容：當時嘅以色列人對施洗約翰充滿好奇心。今日我哋對啲乜嘢嘅人事物最感到關注同埋好奇呢？耶穌講到施洗約翰嘅地位好高，但係天國裏邊最小的比他還大。你會唔會在意自己喺別人眼中嘅地位呢？你又會唔會重視耶穌點樣睇你呢？呢一個嘅世界太多嘅事情吸引我哋嘅注意，令到我哋感到羨慕，但係真正重要嘅係專注於主。今日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安頓自己，就剛才喺默想當中所思所想同主所談及嘅一切。而家上主呼喚你嘅名字，問你要什麼？你會點樣回應呢？將一個嘅回應配以你對主嘅稱呼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吸氣嘅時候，呼喚你對主嘅稱呼；呼氣嘅時候，呼出你嘅回應。如果你冇諗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：吸氣嘅時候，主耶穌；呼氣嘅時候，我專一愛你。慢慢順住呼吸，
重複輕聲念誦你嘅禱詞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